大家好，我係正言堂嘅李山元，今日會同大家分享屬猴嘅朋友喺2026年丙午年嘅來年運程嘅。咁屬猴嘅朋友恭喜你先，你哋屬於比較運程好嘅生肖之一嚟嘅。咁本身咧有文昌同埋有驛馬星加身嘅。咁文昌星加身嘅生肖咧，讀書嘅一定會學業進步，好專注。另外咧，返工嘅人士、打工人士咧，亦都好容易升職加人工嘅。咁另外咧，驛馬星入咗去新宮，就係容易揾到四方財。返工嘅朋友咧，容易咧今年有工作嘅變動，但係有機會係咩咧？要四圍返工，可能咧唔止做一個職業啦。做生意嘅朋友咧，驛馬星係對於你好事嚟喎，四處去傾生意，四處去走動，揾四方財。咁所以屬猴嘅朋友咧，今年咧係大好嘅。咁唯一有少少遺憾嘅就係咩？有孤神星入咗去。咁孤神星咧就會係一粒你會容易感到孤單啊，想自己一個人，唔係好想同人溝通嘅星。所以咧記得要多啲同朋友傾偈。咁另外咧，地喪同埋喪門咧喺咁細嘅影響底下咧，其實咧只係可能有機會出現小嘅白事。咁所以咧多啲關懷身邊嘅親人。整體嚟講咧，屬猴嘅朋友咧今年咧運勢係大好嘅。1968年嘅朋友咧要多加留意。佢容易咧出現呢個火克金，亦都即係傷到呼吸道啦，或者肺部嘅疾病，記得做到身體檢查。另外咧，1992年嘅朋友咧，佢哋驛馬星動，所以咧特別容易揾到四方財，或者特別容易出外公幹。但係咧整體形勢係好嘅，對於你事業前途都係有幫助嘅。如果大家想知道關於自己嘅生肖詳細運程，歡迎 PM 我哋會盡力解答大家。